銅管、敲擊樂器組成，結合音樂演奏同步操表演，展現出青春活力。團員們都帶住對音樂嘅熱誠，透過日常嘅練習培養默契，喺演出中同觀眾分享快樂與感動。樂團曾經參與上海旅遊節、珠港澳青年步操樂團匯演等大型節目，亦都喺香港步操樂團公開賽中取得銀獎，以及喺馬來西亞亞洲少年步操樂團錦標賽中取得銅獎。呢啲演出同比賽經驗唔單止令團員提升音樂素養，仲成為咗佢哋成長路上珍貴嘅回憶。樂團將會繼續以音樂傳遞熱情，喺藝術嘅道路上穩步前行。現在有請青松侯寶媛中學步操樂團。
下一隊比賽隊